变化性不高。这个感觉变化性就没有高。什么？哦，不是我。好，不管，来看我，手压中间，好，稍微压着，来，开，合，开，同一脚，合，先同一脚，开，合，开，合，开。为什么要同一脚？有些时候同一边让他做的累累的，这样子他的肌耐力会比较好。那有些时候我们就分开左右，左右也可以训练我们的脚。好，换脚，开，合，开，合。我们现在开合是不是比刚刚还要辛苦一点点？因为它要阻力，对不对？那就是增加它的强度哦。再来，开，合，开，好，回来哦。换两脚打开哦，可以吗？两脚打开，可是不要这样哦。脚要贴好哦，可以哈。喂，可以哈。开，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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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这个姿势我们也不常做，对不对？所以都是要特意去运动。好，最后两个，一、三、二，停，停一下，停一下哦。好，慢慢回来。好，安利再拿起来。我拿刚洗干净地。好，小大一下。安利再先放后面就好，可以哈。好，两只脚往前，膝盖微弯，膝盖微弯哦，膝盖微弯哦，手向下，膝盖往前哦，来脚往前，对，然后脚可以贴合，脚要贴在地上哦，脚要放下贴在地上，可以吗？两只脚下摸下去，然后眼睛跟地上，好，停一下。延展到你不能再往前的位置，来慢慢上，很好，下，好，记得呼吸哦，上，再来两个，下，上，最后一个，下。停一下哦，眼睛看地上，上，可以哈。好，再来哦，手侧下，这摸着小腿这边下，好，停一下，上，继续同一边下，上，下。一样哦，眼睛跟着手那一边，上，我这个下，很好，停一下，眼睛看地上哦，斜斜的看地上，上，好，换来一边，然后放起来，下开后来下，这边哦，眼睛跟着你手那一边看地上，上，再来下。上，
下，等一下，上，很好哦。好，脚踏一踏。好，再来哦，手向上，下，然后手打开到你的腿下面，然后有点抱住这样子，然后身体往前看地上，圆脊，圆背一下，上，再次上，下。上，再来一个下，上，好，深呼吸，好，最后一个吐气就好了，来，吐气，好啊，那我们现在运动就做到这边，然后喝一点点水，上厕所我们预备一起下来，去4楼上课，今天是在木人讲师，还要讲那个业务招领。OK 啊，谢谢啊，然后弹力带给我，谢谢。哎，我的手机挂了，谢谢，来，我来修。谢谢。谢谢啊，好，谢谢你，谢谢。哎，谢谢。啊，我想，我去给他过。哎，可以吗？有。对，这边的讲师哈，今他以前跟我们以前来过，而且他很精彩。那今天这个题目一开始，我们看，从红地毯谈起，我想说，是不是在讲结婚的？结果后来哈，才知道说，哦，不是哈，今天一定很精彩啊！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对讲师 ，OK 好。大家好，欢迎到会讲大家平安啦吼。请问你啥物讲台语？会使吼？OK，这帮你伊个有机会会当过来跟大家分享这点仔时间吼。那么，因为这段时间大家拢知影，有这个病灾吼，这个疫情了吼，大家拢袂当出去，拢伫厝诶。特别咱今年。咱今年有即个拄着真侪特别的代志，就是咱之前差不多毋捌看过。古一个咱7月8月，恁会记咧东京迄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啊？有史以来头一摆讲无观众的运动会。咱台湾咧，啥是惊观众还是我毋知。即摆咱的成绩足好，2个金牌、4个银牌、6个铜牌，特别。所以，即个咱的政府为着安尼，
总统呢带迄个总统府请遮个即个选手，不管你迄个得奖无得奖，所有哦。啊，当然迄讲来时，要入去总统府时，我看迄个镜头，我迄有一个真大的感动，就是伊用真悬的迄个高格调来接纳遮个人，来接见遮个选手。所以咱啊铺迄红地毯，啊，这红地毯咱知影吼，一般就是国宾啊，即个倒业外国的迄个总统人来，还是咱的总统去到国外落飞机时，伊拢会创红地毯。啊是，佫有一个就是所谓影迄个换电影迄个哦，因迄款迄个奥斯卡时，迄阵才有创地毯。所以这地毯呢就是非常的迄个重要的，时才有创这地毯。但是地毯为倒来？这红地毯是为倒来，所以我去看到迄个镜头时，我忽然间想啊，这个红地毯的故事吼，是我都去想，所以我就来整理，啊，拄教会咧笑我讲，你会当来，我老母来讲一下红地毯，因为真侪人毋知红地毯为倒来，啊，我即个红地毯若来的时阵，佫会当有啥物带出啥物款的迄个互咱会当想的物件吼，所以即个咱知影即个原来，这个红地毯一开始就是对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叫以弗所。这以弗所你捌听过无？捌听过吼。那毋捌听过的人，就是讲啊，你迄个毋捌去看着圣经内底啦。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城市。啊，伫这个所在呢，因为有两个人，就是有一个即拍英文无要紧啊。头一个迄个克里奥帕特拉迄个吼，就是迄个咱咧讲吼埃及艳后，安尼就听就知影嘛。埃及的迄个艳后呢，甲迄安东尼，后面即个安东尼呢，就是迄段罗马的时阵，几年才原到咧做伙治理即个国家，然后呢，因想要变化倒一个人会当做个皇帝，啊，所以伫遐就开始有迄个争权夺利和暗杀，啥拢走出来。啊，这安东尼呢，伊就走过来即个小亚细亚即个所在。即个小亚细亚呢，就是咱咧讲的，其他一个迄个叫做土耳其、小亚细亚，就是托尼基即个国家。啊，即个托尼基即个国家有偌大？有台湾的22粒大遐大。伊的东西吼，东边到西边，东西呢有1600公里。东西的长1600公里，啊，顶啊到下啊呢有650公里，是真大一个国家吼。伊倒心边这边遮呢，就是即个是爱琴海，顶啊是乌海，啊下底地中海，所以有3个海，佮另外一个较细的海吼，叫做马海。伊即个所在，伊的东边迄边去国家呢，可能较无遐些，有乔治亚，哦，啊有迄个爱沙尼亚，啊，佮有一个就是咱讲伊拉克、伊朗拢伫迄边。所以咱可能较毋知影，但即个遮尔大一个国家内底有一个城市叫做以弗所，是即个所在，以弗所迄个所在。当安东尼伫即个所在呢，伊需要一个要安怎有伊势力通去征服罗马，所以伊的女朋友埃及艳后拄阮两个咧谈恋爱，所以埃及艳后就来讲吼，来，我吼出军，我来甲你帮忙。所以呢，伊就一天伊甲即个安东尼讲哦，讲我要来，所以呢，就迄个为埃及迄边吼，埃及艳后，所以为埃及的船就开来，几落只船就过来。啊，要来时呢，即个安东尼就甲以弗所迄个市长讲，我即个埃及艳后要来吼，要来帮忙安尼。啊，即个是是真要紧的，所以迄阵啊，伊甲咱讲一项袂晓，啊，无你嘛甲即个所在创较精髓即个城市吼。啊，伊即个城市呢，有一款，即个是迄个一条路吼，叫做港湾大道，最大条一条路，就是即条路。即个去爱琴海，啊，一直来一条路，少长的路，啊来入来到遮就即个大城市吼。当然伊城市有几个遐建筑物，真要紧的，等你介绍。伊想要来时呢，伊就讲哦，安尼咱爱甲迄港湾大道迄条路创精髓安尼吼，变较清晰。啊，市长当然紧去扫涂骹去并去撸清气安尼。结果撸了以后呢，才迄个领班就来甲市长讲讲，系啊，啊无水，停水佫拄啊好，咱讲即摆中国共阮咧停水，因为无水要变怎？啊，迄市长甲迄
领班讲啊，你是咧十头，咱即个所在什么上最葡萄酒。哦，咱国家咱个城市，咱个葡萄酒遐尔济着，啊你是袂晓用葡萄酒落去来洗嘛？啊，即个我命好，啊就葡萄酒落洗。咱葡萄酒落洗时，即个土即个规港湾打到就水安尼，啊，佮有酒的迄个葡萄酒的香，啊，然后呢都红色，所以红地毯是安尼来的。啊，有影，毋知咱家己想看嘛？即个就是红地毯来。所以为红地毯咧，就看讲有一个城市，遮尔要紧的城市叫以弗所，啊，这以弗所，这 F.S 这个名吼，若伫教育这统理原文的意思是讲，一个迄个女神的城市，是母亲妈妈的城市。为什么？因为伊迄个所在有一间神庙，等下讲到迄个神庙，迄个神庙因咧拜是一个女神，这个女神是代表咱这边遮咧讲咯，敢若迄个上音啊，迄个观音迄个送子娘娘迄个感官哦，就是伊会当互种植，会当丰收，啊，人会当生活侪迄款女神哦，所以 F.S 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城市呢，若对这个红地毯看为这个所在来就知影哦，原来有这个城市。那么今仔日就是要来甲咱分享这个城市，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城市哦，这个城市。伊的地点，咱拄仔讲的，拄伫爱琴海的边啊，哦，啊，伊即大城咧，整个即个叫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那用咱今仔讲叫做安纳托利亚迄个高原一个国家吼。那么即个城市伫即个边仔遮，就是啥港湾、海港，啊，即个整个即个，咱来看，我有互咱迄张地图，互咱看落去，就是伫即个所在吼。将这个海岸线上拢总真侪城市，会用做你若是有较好的迄款港湾，还是讲有迄个运河吼，会用互你的交通方便性。变做啥？你会当甲欧洲，这边个位是希腊这边嘛吼，这边是希腊，这个就是算统一的最后希腊这边甲欧洲，你应该做无。做贸易的时阵，咱拢知影，就是讲咱东方这边是小亚细这亚洲嘛，亚洲这边有真侪啥物，土耳其有饲真侪羊啊，啊是羊毛，所以当做地毯、做迄个壁毯上真侪物件，会当做迄个纺织的物件，啊，佫有真侪会当即个咱讲的香料咯啥，去到欧洲去介交换伊的欧洲的物件，哦，丝啊啦、球啦，啊，佫有迄个灰啊的物件，做真好的交易。那有遮侪即个城市的即款所在，啊，即个以弗所呢是一个真特别、佫较要紧的城市。那么以弗所伊个人口吼，伫足早即个地名伫主前的12世纪时就已经有啊。就是讲，那照咱迄个算是3-4千年前就已经有人伫迄个所在。啊，嘛有一个故事讲，即个城市是安怎建立，就是因为希腊迄边雅典哦，古早是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王啊。所以雅典的国王，伊特别交迄个交棒吼，刚才讲咱的时间到，古早的王拢即个最近日本迄嘛是太空嘛是拢一直交棒落来时，伊的囡仔有几落来，即有一个囡仔，伊就讲我管，我爱甲我遮兄弟住遐车边我管，用我咱家己出来找所在。所以因希腊有拜足侪神，伊就去问神，托付去问讲，安尼吼，你神我来去倒位啊较好。即个神明迄祭司吼，甲问的卜了以后，来有一个条头出来，3项物啊，啊你去，若拄到即3项，就是遐啦。有头先有鱼啊，哦有鱼啊，第2呢有火吼，第3有猪，有鱼有火有猪，安就对了。所以因船开到来到即个所在时，我对即个有做遮上吼紧。啊，当然，咱拢知影，规平人到一个所在，一些休息，啊，就爱开始啊，买锅灶饭，开去煮饭。伫安尼匆匆的时呢，伊就开始有下水啦，等下人病仔咯，先逐个爱食啉水嘛吼，下水，啊，就边仔就去掠鱼，钓鱼啊，就来抓鱼啊，就在咧煮鱼啊汤啊，是讲咧煎鱼啊，一鱼3吃，这样就开始补。无拍算着，伊嘛无想着，已经看到鱼啊，嘛无拍算。啊嘛，因火在咧烧，就佫无歹。但伊个火花就喷的时，边仔一寡遐野草吼，
种迄个血啊烧起来，啊烧起来是呢，总有猪啊然后撞出来，啊伫遐撞出来呢，即个人拢啊袂庆幸，唉，就是这啦。新民甲我讲爱有鱼啊，佮有血，佮有猪，啊就是这，所以就带来建设即个城市。然后即个渔业，即个雅典人因来吼，像爱奥尼克的人，爱奥尼克人来就到即个所在，几类城市，做是爱迄个希腊迄款迄个联邦城市的开始创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真要紧的交通好，爱当做务的运输要领的所在。就是伫罗马时阵呢，到罗马时嘛是真要紧。当然，伫主前遐早就已经开始有人，伊来嘛爱甲我咱当地有人已经咧大吼，伊来甲伊修台路啥，慢慢就建立一个城。所以伫迄个悬的所在就起一个城，布甲带遐开始。到咱拢知影有一个迄个亚历山大皇帝吼。是迄个希腊，即个亚历山大皇帝，伊30几岁尔吼，就安尼拍到即个亚洲这边，拍到印度咯啥啊，甲整个迄个差不多整个世界吼，占真侪拢是伊拍起来。伫即个伊来的时阵，伊嘛共款嘛，伫即个所在建设，所以即个城市不管到罗马时阵，搁较侪皇帝来，拢逐拢要一直建设，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城市。那么，对基督信仰的人，对基督徒来讲，这个嘛是一个真要紧的城市。为什么？头一项，保罗先生伊甲几类人因，甲这个福音，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是救主这个福音呢，为耶路撒冷一直传，走去到就因为耶路撒冷迄阵去互罗马政府迫害，所以基督徒来走，啊走去就走去北边遐。为耶路撒冷往北走到土耳其角啊一个所在，叫做安提阿，会记得无？安提阿，去到安提阿，所以基督徒亲热，基督徒就为安提阿开始，所以因遮人就走去到安提阿遮来，所以保罗甲使徒遮巴拉巴老师，因就利用机会就开始讲为即个安提阿做一个据点，咱来甲即个福音开始一直讲传啊。照耶稣讲，你就爱甲福音传递到为耶路撒冷城、犹太、撒玛利亚去到地极一直去，所以因就是照安尼去传。所以咧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有3摆传福音，内底就有1摆就走去这边遮吼，第2摆时间较短，第3摆搁较长地遐足长，所以伊遐有包括伊足侪伊的同工，就伫迄个所在，甲迄个所在建立一要紧的教会。所以头一点。就是保罗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去迄个所在。保罗的迄个传福音，当然有几落摆。那照这个地图来看时，咱看得出来讲，有几落摆。第一次传福音安怎行，伊拢是为这个安提阿安怎出去，来到迄个塞浦路斯安尼行。然后第2摆呢，伊就安怎行？这是第2摆，第3摆。是至到最后一摆，掠去到罗马，所以这个3、4张地图就看出保罗使徒因安怎甲福音为耶路撒冷走去安提阿，然后一直到安纳托利亚遮了以后，佮为特罗亚所走去到迄个欧洲。咱迄个教会有一摆牧师2年前、3年前，带人一寡人去土耳其，就去行到迄个所在特罗亚。特罗亚吼，为迄个所在马其顿的呼声，伊就开始甲福音传去到欧洲，所以头一项保罗伊是安尼。第二，咱知影一个圣经内底有最后一本叫《启示录》启示录吼，启示录这个就是老约翰伊写迄个启示录，所以启示录是记出来就讲要写一个批互一个小亚细亚迄个所在有7个教会咱要看，这是伫讲保罗伫遐时，这张图是要看到讲一个剧场，这个剧场真大，用咧坐25000人，表示这是一个大的城市。因为一个剧场若偌侪人，你搁甲乘搭起哩，就是讲迄个人口上少20几万人，伫迄时阵就是20几万就无简单，特别这个时阵呢，这个有所咧人口一直到40几万，所以是足大一个城市。那么，你无办法想象讲25000人坐满满是什款，所以才有一张图你看，坐满就是这样，无空这拢是人。若是咱一
基督徒去受到使徒行传第19章时，你就会记得保罗伫遐时去挡人财路，各位记无？伊迄阵有一个女神叫做阿底米女神，啊，有一个底米丢，伊就是咧做迄个银器的迄个模像吼，要做亚底米女神神像的迄个。因咱在庙寺呐会兴啊，侪人来，啊，你若做伫纪念品，即个庙，啊是讲即个庙咧摆迄个神，一个布拉啊是啥物，会当足好卖，迄阵啊就是安尼。啊，所以伊保罗伊就去讲啊，无恁迄个是人手做迄个假神，啊，在念去得失着即个做迄个布拉迄个人，所以这做布拉迄个就甲这个人讲，甲咱以所的人讲，因即摆咧传迄个福音吼，啊，迄个讲迄个耶稣基督，啊，即摆害咱的迄个阿底米女神，则无人拜，安尼袂使哦。咱的后面咱拢无神理哦，所以大家就讲哦，袂使。所以第一下画讲阿底米女神是伟大的女神，各位记得迄段吼，所以第一下就是见罪人吼。那么伫迄个所在呢，咱就知影讲，保罗伊伫迄个所在能够写推互即个幼所教会，咱会知保罗足侪批信内底有一张就是要写幼所教会，伊嘛伫遮去写哥林多教会，即拢是啥？拢是伊保罗伫传福音时拢爱真侪建立一寡教会，然后伊人无可能拢一直伫遐，所以一段时间伊走了以后呢，伊来关心即个教会，但即个教会毋是做啥物款，所以就去来。伫幼所遮，因为有一个足大的神庙神庙，等下讲着吼。因为有今年遮尔大的神庙伫遐，迄个神庙的人就足侪，嘛足侪人要去遐拜。结果咧，咱有所教会遐细间，所以人就讲烦恼讲，咱即摆安尼毋知啥物对上帝歹势呢？咱即间教会啊，就是个佫无老长家人遮大间，啊，一个细教间啊，一间尔，人数佫少吼。人你看人伊伫迄个拜迄个阿底米女神，吼，偌老热咧，敢若内底遐祭司查某祭司就3000人。遐尼侪人咧，伫遐因有真侪，因为迄个敬拜方式拢真吸引人，就是啥，有真侪活动，嘛真闹热，甚至呢，迄个所在是一个港口，所以有真侪外来的人客，甚至招书也好，还是生意也好，还是迄个船员也好，船员出门一摆拢足久，即摆来到遮边啊，就想办法。来去酒吧，还是讲咱咧讲去找查某吼，基督无，所以啥有真出名是。即个阿底米女神伊神庙拜拜就是安尼啦。即个女祭司就是咱即摆咧讲基督妙计，所以你若去遐的时阵，去遐去烧去做啥，你爱去献祭以外，你爱去想办法，伊会甲你讲，来，你的一寡歹命，你着甲即个妙计吼，去。钱互伊去，就一个房间佫出来，你就改。这对遮个船员对大部分人来讲，这真好，所以就吸引啦。安尼时阵，遮教会人就讲，这不对啊，咱的教导是安尼毋好啊，你该大家都爱，咱的身躯是基督的，咱都爱亲去啊，咱会使去甲遮迄个基督安尼。但是伫遐有真侪，所以保罗先生伫即张批真要紧的即张批吼，即个幼所的批就是甲讲2项代志啊。咱若等去有兴趣的人，若要读圣经的人，你去看幼所说的，你一定2项。头前你讲教会是啥物？咱咧信的是啥物？即头前。第二项，咱既然咧信的是基督，所以咱爱安怎为基督来活？这是第2点。所以头前讲你信的是什么？第二项，那我们要如何来回应神啊？这2项代志。所以伫遐你来讲，咱教会细间偌紧，教会。上帝无带伫人手所起的建筑物内底，所以阿底米神庙遐大间偌紧，咱的上帝无带伫遐，咱的上帝带的是教会。这教会是啥？3项，伊记得头一项，教会是爱用基督做头，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所以爱用基督做头，这是头一项。第2项呢，教会是一个建筑物。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较要紧是爱用基督做触角石，所以爱用基督做触角石。所以咱教会咱起来，咱伫遮细间大间话题，即个教会爱传的就是基督的福音。牧师咧讲的，长老咧讲，遮个助理老师咧讲，拢爱教福音，爱教圣经，爱正确。第3，恁
拢爱知影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准备后摆要继续基督。会记得即三爱就好啊。所以这个是有所的即张配置，要记得即张配就是伫遮。啊，咱就知影，咱若看到迄个神庙，佮看到这个一个对比，就讲哦，原来安尼，所以保罗先生会写即款批，啊，你就知影吼。当然，伊嘛去写是哥林多，哥林多的教会就是伫希腊迄边希腊，啊，迄个教会甲以所共款发生代志是，伊原来有一个神庙，足大间神庙伫山头顶，嘛是足侪迄个庙妓，啊，嘛是发生一款即个问题，所以保罗我共款来写几有即个吼，所以咱就知影讲，底下即个就是有所。啊，咱袂当出门无嘛，对遮看规个讲，哦，有所就是，因为有所是一个观光客最爱去的所在啦。就你若去土耳其遐尼大台湾20几粒，不管安怎行人，拢一定会去有所，因为迄是最要紧的一个城市，足水嘛，所以去遐。啊，你遐就是伊看哩啥，你讲叫一个迄个图书馆，吼，叫图书馆，你看人乌空空，啊，实在是伊这所有边仔即个路边仔即吼，条啊以外拢有真侪是啥物？拢是即条啊，即个石头顶，拢有徛一身的迄款上帝遐，就是啥物？因为迄个时阵是咧拜希腊的多神教，所以人若伟大皇帝嘛是神。即个对即个有所即个城市建设有功的人，才像讲你献土地啦，所以啊就拢甲囥在一些拢甲采用足侪迄款迄个神庙的迄个所在，到处看到，即嘛，咱会知影就讲去到迄款所在，真侪古文明的所在，拢变成废墟啦，拢无路用的，拢石头。长的石头甲倒的像过一堆物件拢伫遐，就是安尼看，即马拢是啊，无是本来即上面边仔就是拢是一寡迄个商店，哦，啊就一条街，哇，真要紧人徛铁所在，即马拢无去吼。像即个你看即条街边，拄仔咧讲迄，即边仔即徛个即种寺庙吼，迄个菜人的所在吼，一些安尼。然后呢，咱会看到讲，伊即个所在因为人口遐尼侪，所以爱有足大迄款咧，咱咧讲商店街、商场阿哥啦，叫阿哥啦。啊，这阿哥啦就是啥物？这拢是啥？拢是有厝顶，啊然后讲商店，啊中真宽的所在，嘛有真侪迄个摆摊贩，互你伫遮咧踅踅粿啊，敢若安尼，拢都是用踅粿吼，这拢商店。1间点嘛，啊内底哦，啊，迄个去啥图书馆，这是一个真大一个迄款迄个城市哦。那么，这个就是迄种咧讲红地毯迄条街迄条路，这边其实是迄个海港，但是这个城市本来咱无去，咱会规拢毁坏，几类原因。头一个原因是无共款的势力来击败性的破坏，有一个。4世纪迄阵啊，咱拜占庭是基督教，拜占庭就是迄个东罗马叫拜占庭嘛。拜占庭击败前，其实迄个东罗马的皇帝开始信基督教，特别是迄个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丁大帝伊的妈妈足热心的基督徒，所以伊就走去以色列嘛，去找耶稣的相关的所在，拢去拜殿，然后伊嘛是家己讲讲，你都要相信上帝吼。啊，即个囝呢，君士坦丁囡仔本来无啥物信，但是有一摆时吼，要去烧台的时候，伊妈妈讲：啊，你吼着爱即个会记啊，是最要紧。然后无我规去听妈妈的话，所以叫迄个军人所有人迄个盾牌吼，即个盾牌罗马顶啊有迄盾牌创起，拢甲为一支是大支的十字架。啊，这十字架迄摆出现来赢啦，太赢，所以就有安尼哎呀，咱来改信基督教。对伊开始改做基督教，无去破坏基督教。啊，若无迄阵仔咧讲是啥？罗马皇帝一个拢咧当作家己是神，叫百姓你来拜我做神，你若无拜我做神的时阵，斩头。所以定定拢遐咧破坏，拢叫基督教来教人教会来去排队来。啊，即摆遮放一个耶稣的像，你甲当落去。啊，迄边罗马皇帝像，你甲定一个礼，你甲拜一个，安尼你就当活。但是现在基督徒拢活啊。毋敢打，嘛毋敢，啊要祭拜我袂使，我干来只拜上帝。安尼哦，掠去边仔斩头，迄就是宗教不管，迄种就是安尼哦。但是你来看，迄个所在安尼的时候，即个到第4世纪君士坦丁的时候就开始无啊，一直到后面过一个
390年，主后390年，迄个皇帝甚至讲安尼，袂使干那讲无破坏尔。即摆既然大家拢咧信基督教遮好，咱就甲基督教当做国教。所以伊就讲，我咧统计即个整个小亚细亚、即个安纳托利亚即个所在，我毋知安尼咧传一种教，迄个教义比着保罗咧传迄个教，你敢会使甲信的，出拢袂使。安尼以前才神庙边啊，基督徒欢喜啊，去甲破坏啊，看着庙，看着迄款雕像就甲车倒，啊，即条啊啥拢摕来去拜堂，啊，像条啊摕来去做迄个做球啦、创啥呢？哦，所以拢一个宗教即个无共款的破坏安尼。所以当基督徒的所在，土耳其到尾啊，回教即摆共款破坏，啊，若无就是甲你的拜堂边仔甲创迄个回教徒迄款迄个塔有无？就是要爬去乌影发人，我来礼拜，啊，即马呢拢改做用麦克风发，古早是迄个神机，伊个人叫做伊玛，伊玛爱爬去一工5摆，爬去顶啊念可兰经，啊叫人来做礼拜，迄是回教徒。所以回教入去遐时，甲大顶的礼拜堂，较大顶的礼拜堂边仔拢来拆迄款宣礼，要去叫人来礼拜迄款塔。所以你若去土耳其你有看，哦，即摆迄个苏菲亚，当然即摆伊改做博物馆。那么苏菲亚大教堂边仔就是拢2、3支的迄个回教徒咧用的，所以无共款的宗教，就话就是破坏这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这个幼兽不然来规拢废墟。主后17年有一个大地震，啊，这大地震就破坏了是本来罗马皇帝就讲咧，我半钱搁叫起好，但是1摆2摆时阵修理下1摆就无去，搁拄啊迄个原因，哦，基督教里来就甲破坏，所以伊尾来变一个废墟啊，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咱就知影讲，这个有真水的这图书馆啊，拄仔咧讲的这个启示录7教会，这恁若有兴趣的人就会当对遮看吼，有启示录7教会。像一间教会，迄个启示录7教会是为倒来咧？为这个所在叫做拔摩岛，小小的一个岛，拔摩岛。对遮，这个约翰用关伫遐，啊，迄阵啊，罗马皇帝无甲杀，干那甲关起来，啊，会出自由伫遐，但是你袂使阁出去传教，因为伫这个岛嘛吼，所以伊伫遐伊就开始去写这个启示录7教会的规吼，就是对这个拔摩岛归掉都要。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啊，另外一个塞底，到迄个菲拉铁菲老底下，考一哩。啊，这个就是咱今仔日伫圣经的最后一本的启示录，就是安尼来的。啊，伊那去创这7间教会，代表什么呢？就是每一个教会拢有伊特色，所以伊有伊的特色，有好的所在，耶稣就讲。甲学了，无安尼是就好，啊，若无好就甲提醒，拢一直甲讲一项，讲恁爱改掉不好的，啊，爱归正，爱变做好安吼。所以有7个教会，而且7个教会内底头一间有数代表着这吼重要点。所以拄仔讲的保罗咧行的这咱老约翰咧写启示录教会，咱人拢是伫遮吼。啊，这个拔摩岛拄仔咧讲迄个小岛呢？你为有所遐若坐船啊过去，爱差不多4点钟才一个到位。交通嘛无真方便吼。啊，所以一旦去迄个所在真少，恁若团体若要去到迄个所在呢，甚至阁无办法，哦，都爱一定一工干那一班船啊去。啊，去到遐4点外钟，叫做会当看就干那点外钟。啊，去到遐阁袂使去上，你入去内底伊拢袂互你去上。伊变啊，伊出册，叫你买册，叫你买图片个啥，伊买伊个吼。所以伫遐会当看到啥，看到这才是对册内底用的。就是讲，即个约翰叫关伫即个所在，搁伫遐写批，写7教会，哦，信心甲感动。你看到啥你就写啥，你看到啥你写，爱写写，就是伫即个所在，搁伫遮写的吼，一个伊个拔摩岛所在。那么7个教会。头一间就是拄仔咧讲，有所咱已经看遐侪相片。即摆遮呢，就是每一个教会拢迄个城市一点仔图互咱看着。这是土耳其的国旗，啊，伊伫山顶啊，遐吼一个所在吼，苏梅纳啊，伊古早伊咧大迄个大商场所在。今仔日即个城市已经是变做
士梅拿是土耳其迄个第3大城市、第3大的城市，嘛是一个真要紧的港口。渔夫所迄个港口已经无咧用，但是渔民还可以用吼，这是真大的代志。啊，这第2个就是白加毛，白加毛伊上摆出名就是有2项头前就是有一个这个剧场。咱知影罗马人甲希腊人拢共款，因若起一个城，起一个城以后，爱有几落项物件爱创的，就是头一个要有一个剧场、剧场。这个剧场是要互因开会、表演，还是会场底下会当看表演，搁会当开会讨论代志，是要紧的所在嘛。因为所有人要组织，就是爱带较大的所在。啊，伊设备上摆好的特别就是伊的回音足好。所以主持的人徛伫下底，甲咱讲一，迄阵无麦克风，所以徛遐讲，大家拢听有。哦，然后叫来12月18要来公投哦，请你会记得，大家迄个时间到，你着早身份证、早迄东西去投票噻，啊，伫遐讲，大家知影哦。所以因拢爱有一个剧场。第2，因爱有一条街，心中的街吼，就种主要道路，敢若咱讲大道。想说，他足底筋膜炎3-4个月。他如果你都是换过这边遮就是一个体育学院体育学校，啊体育学校边仔遐是犹太人的会堂，啊所以看伊嘛有回教国物件嘛有这拢有吼做伙吼，像宗教的并存做伙所在哦。那么这体育学院就是因迄阵拢有即种的风俗，就是训练人参加奥林匹克，所以伫遐训练，互因遐运动场去练去走啊。佫有一个是菲拉提菲。菲拉德比亚这个名的意思拢是迄个兄弟之爱吼，兄弟爱。啊，这美国有一个城市就是叫做菲拉德比亚吼，美国有一个城市，伊这个菲拉提菲村3支大字条仔人吼，啊，这个纪念教堂是纪念约翰纪念代表。那么过来就是看到罗迪冈最后一间叫
留伫遮，即嘛是真趣味的吼，留伫遮。讲你若无爱好好迄个单，你留伫遮，留到遮，我去传福音吼，留伫遮。老底甲圣经甲咱讲是一个无受无冷的教会吼。为什么咱无受无冷？因为伊的边仔有一个温泉，希腊玻璃温泉，伊对面哥罗西是冷泉，啊，即个冷泉甲温泉流到你即个所在，合起来拄拄无受无冷，所以你甲手讲你无受无冷就是安尼来。那么即个所在呢，伊最近这几年吼，开始一直咧考古。为什么？因为伊希腊普利学校大学有考古学系，土耳其即个国家家己的迄个大学，即有考古学系，所以伊就用这拍面而创，所以伊有做真好的考古。即摆呢，创出一间上爱新的代人考古出来，这模型完成就是安尼，伊内底是即些，是安尼啊，已经拢为啊足水啊，一直咧学，一直咧学，所以若过迄个后摆若佫有钱去看心。应该伊有一个目标，伊讲我会考古要赢过伊有所，伊有所考古100-200年呢，迄是已经全世界上出名一个考古，伊要赢过伊，要拍安尼。好，第三项，咱咧讲，咱咧迄个奥特兰拢有遮个资料吼，伊保罗爱去以外，老约翰其实都七教的第三就是东西双方的罗马天主教甲东正教拢共同承认的迄个大公会议。什么叫大公会议？就是爱开重大的会议，做伙开每一个地区的教会代表爱派人来开。那因今仔日咱迄个来讲，咱长老会咧开总会共款，还是咧开中会共款。所以，即个开会最要紧。咱唔好讲，咱一般平信徒讲，这开会啥物拢了时间开。因咧开即个会，拢有足大的要紧着，有重大的代志。咧安怎处理共识？就是讲，咱袂使有异端走入来咱即个所在，咱咧讨论的要正确，真理就是真理。啊，啥物会使做，啥物袂使做，啊，啥物咱该当咱就该当，啥物是对毋对？底下咧讨论，要安怎甲创作即个放入去圣经内底，嘛是安尼来。尼西亚圣经嘛是安尼讨论出来，所以这种是真要紧的，就是迄个会议的所在，啊，伫即个所在开。底下有一间拜堂，叫做玛利亚纪念教堂。还是叫做 Double Church 双教堂，迄个所在伫遐开会。那么咱看会出来讲，伊有大公会议7摆内底呢，第1摆就是尼西亚，第7摆嘛尼西亚，这2摆尼西亚是你可以，即个摆尼西亚读出来呢，就是讨论迄个尼西亚圣经出来。有要紧就要紧，即个会开了、议决了100年后，即个尼西亚圣经才正式大家都遵守。有要紧，这就要紧哦。每一个教会派代表，主教爱来，各一个代表。今仔日嘛讲啊，一个教会爱代表去，牧师长老去开会安尼吼，啊讨论一下，即马咱免啊进行，各落去明年免啊做的代志，是要安怎为着即个马街150年要做啥？哦，拢是一寡这讨论的代志，所以真要紧哦。第4、第3篇就是伫这个所在，伫右手，伫遐咧讨论玛利亚。最后跟你讲，玛利亚是圣母，但是不是神，伊是圣母，所以咱袂使误会天主教因咧拜玛利亚，伊无该当作神，伊想要伊是圣母玛利亚哈，所以毋是他不是神，但是他是圣母。后来这个教会就是即马会区哈，看得出来讲真大间，而且本来这个所在伊是利用真大一个建筑，无敢中山堂啦。较早港口来，民间拢来蹛遮分配，甲咱菜市啊，啊，即方面代志不能讲，要紧的所在蹛遮开会，因为你场所遮大，遐个300个人去开会，所以真大个所在，开了后蹛遐个起始拜殿起来，吼，这个玛利亚纪念教堂，即摆拢开去啊，但是伫遮时你注意看，这恁袂清楚了，这是家人教会捌去是伫遐开大公会议，恁看出，这恁的地牧师。牧师因，啊，即个是文杰，哦，文杰伫遐甲武峰教会、甲独行教会、几个教会合起迄个，因伫遐开大公会议。我甲翕到讲，恁伫遮咧开大公会议。那么，过来第4项内容，即个所在有一间神庙是整个安纳托利亚因的敬拜中心，伊拢咧拜一个女神，我有讲过吼，迄个女神长得什么样？就是
伊的雕刻龙即伊的身躯形态有37粒面啊。这37粒面啊，我会当市正人吼，互恁会当讲食到饱，会当试看做做啊，恁会种的物件就会当修行。啊，你去拍蜡的时阵咧，伊就敢若迄个戴安娜共款，你去拍蜡就会当拍着动物是真好就是。即间庙偌大间，遮大间，你着看130公尺，安尼。啊，你无法度想象，各位恁若有机会看资料，希腊的迄个雅典顶来迄个神庙。迄个神庙会4倍以上，4倍大。即个有差不多规迄个骹球场啊，真大一个迄个庙。但是即个庙咧摆即个咧摆迄个神，啊，即种30几粒迄个玉王吼。啊，伊若完成时你甲看，是安尼，遮大间，有127支的迄个条啊，127支。啊，每一支条啊内底呢有36支是即款型的，这就是啥？王，每一个王吼，一个城市是城市迄个头路出钱，啊无刻名哦，这个是我台北，这个是新北市，啊是这个什物桃园咯，啥？你一间一间去来是遮大间的一个寺庙吼，但是伊是古早叫做世界7大景，世界7大景之一。啊，世界7大景的资料，伫即个只我无留互咱吼，咱会去看。有2个伫土耳其，2个伫希腊，啊嘛有伫埃及2个吼，啊一个伫伊拉克，一个伫伊拉克。今仔日差不多拢无去啊，敢若剩埃及看会到迄个金字塔7点安尼尔吼。但是遮尔水的一个即个神庙吼，遮大去，即摆你去到遐就一支条啊，就是像安尼一支条啊，勉强有报一半支。啊，即个遮伊啥？鸟仔咧做鸟兽，安尼。对遮去看出几项代志，头先讲人起的神庙搁较大，经不起岁月，经不起迄个无共款的信用的人，若无共款的人就会较破坏，会无去。所以你吼，是会做安尼。第二，就是讲你甲看着这，你就去想象着上帝创造的伟大。你看人用遐用心计较去做120几斤，但是神有带伫遐无？上帝带伫倒？毋是人手起，哦，上帝是带伫人的心内底吼，这个无共款吼。那么过来，这个所在有一个要紧的第5点的要紧的什么？圣母玛利亚最后就是伫这个所在，因为耶稣受顶是毋是假神？有甲交代是毋是隔骹2个人，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啥？约翰。甲约翰讲看你的老母，甲玛利亚讲看你的囝，所以约翰足乖就甲玛利亚带去甲伊做伙大，甲照顾伊，最后就是讲伫这个所在。所以伫迄个所在咧，有一个玛利亚的迄个纪念教堂，伊大迄间细间厝啊吼，啊，然后底下有足大个雕像，拄伫迄个艺术边一个山头个啊，足大个一个雕像。当然，这个所在，比如真侪人爱去遐去看，是边仔遐有一堵壁吼，啊，一个水泉，喷水的水泉，啊，真侪人就叫，啊，若看到水就是啥，咱去罗马嘛，讲看到水底下就甲天钱嘛。我许个愿啊，啥是看喷水啊，啊，日本人诶就是用布条啊、纸条啊甲绑起来，甲我诶心爱祈祷诶啊，绑喺迄个所在，这么共款。听讲因真侪人讲啊，这玛利亚吼，圣母玛利亚，你讲啊，遐牛去生一个遐尼牛诶弥赛亚来救世间啊，所以哦，咱来当新妇来当讲生一个较正样嘛好，啊，所以呢，迄个水就真侪人去啉。听讲若袂啉了就会生，啊若袂生的人啉了会生，啊若会生啉了会生，相信哦，敢若有影。这个情况，那个玛利亚最后伫个所在。那么这个约翰，伊就伫迄个所在呢，伫遐到第6世纪的时阵，查士丁尼皇帝呢就伫遐起一摆，哦，老约翰的一个纪念教堂，即摆拢个毁坏起来。去迄个山头顶啊，真水啊，嘛是拢无去，剩一寡条啊，尔，啊
安尼拢真大，啊，但拢拍算哦。而且看会出一项就伊底下有一个记号，就讲即个上届拜登的上届中心即个所在呢，才有创一个时期，啊，才创一个牌啊，写到约翰的梦，约翰的梦，约翰内底即个所在，啊，即边即个伊即个所在是礼拜迄个诗班咧一个所在吼，这是一个约翰纪念教堂的一个所在。那么约翰嘛伫即个所在有迄个写福音书，写约翰的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拢伫遐写吼。那么即个拜登啊，无倒位前就是安即水是拜登，因关拜占庭的风格，对空中看落来就是一个十字架，伊一个对空中看落一个十字架足大人。啊，咱就看着讲，出这条啊，几条啊，伊台迄个所在吼，是真水是拜登。右手有遮尔侪要紧的迄个资料，你要看，咱对开始过去看迄个资料。保罗啊，捌伫即个所在，老约翰启示录去教会伫遮，然后呢，保罗写批嘛伫遮，第三世代讲会议嘛伫遮，啊，2015年嘛已经是选做 UNESCO 人类文化遗产，然后世界七大景嘛伫遮，马里亚嘛伫遮，哦，真侪，看到即个是，佫有一项我才无写着伫，到今仔日为止有即项，就是土耳其到今仔日吼。伊拢每年冬天拢有办一种叫做骆驼摔跤大赛，骆驼变做小鹰我袂晓，还是看着骆驼咧小鹰。啊，每年冬天就去到幼所的迄个运动场，调人去迄个古老迄个运动场，迄个所在办事。你看人规甲乌空空吼，看即个，所以幼所真特别，幼所真要紧的一个城市吼。那么看到即个城市呢，咱为红地毯受到幼所。啊，为幼所呢来看到迄个，不管是启示录7、9岁啦啥，即看到遮尔要紧的一个城市以后，咱去想一项代志讲，咱来看要安怎做幼所呢？要安怎去甲基督信仰结连到底？就是恁，请你会记咧一个圣经节，叫做《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恁家己记起来就好，等于去读。圣经来降临到恁的时阵，恁要得到快乐，然后恁就爱开始为耶路撒冷去到地极去为基督做见证，这是今仔日要甲咱讲述要记住。你安尼，咱看，若无时本来你话斯蒂芬的时福音加拿大耶路撒冷，规个走甲传去到撒玛利亚，佮去到非洲，保罗嘛是安尼一直咧传，但是使徒行传拢有28章尔。今仔日哪亲像咱伫你我身躯，咱应该家己来写29章啊！哇，咱来写。而且为什么来讲讲这？因为即个去想一项，就是讲，咱即个明年马街来台湾150周年纪念。150年以前，马街来到遮，英国宣教师去南部，马街去北部。所以因加拿大的宣教师伫北部，啊，英国加拿迄个宣教师伫南部，因咧传福音，一直传，咱才有得到福音。啊，今仔日咱咧纪念马街150周年，你无第二150周年通纪念，所以咱应该想看讲，即个150周年，咱要安怎去有即个马街的精神来到咱即个所在？伊来遮做啥物？医疗、教育。3项，所以咱咧应该讲宣教、宣告中，宣告边啊？对你我来做是讲，我毋是迄个咱教会有3个牧师，遐老是这拢是牧师代志，毋是牧师以外，咱拢爱去做宣告。安怎宣告？对咱本身做起，用咱的行为去影响着咱的边仔人，互咱边仔人感觉，某人因信迄个教，食迄个教啊袂歹哦。有改变哦，安尼时就是咱就是做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即帮有家己真深的一个感动，就是看到迄个奥运迄，看到红地毯，我去想，我较早我定来去带人去迄个所在，然后伫迄个所在，这要紧一个城市。我今仔敢若介绍咱一个城市，我无带咱去行规定，敢若一个城市尔，就互咱遮尔侪去通去想，遮尔要紧的。
放伫迄个所在，去是落去教会头一间，啊有些意思，啊然后呢，伫即个所在带出遐尼侪，啊来想着讲，咱一直到咱的即个今仔日，咱想着马街甲咱较晏，马街伫即个北部，咱拢知影即马街伫有马街的即个河川。即个马街是以后伊即摆拢开始啊，拢已经开始啊。所以你即做这样子医疗，佫有真理大学迄个 Oxford College 迄个所在，但是咱嘛想到一点，马街来台湾遐尼迄个带台湾某，台伫台湾咯，伊蒙伫迄个淡江中学内底，台伫台湾，伊去几间教会你知？60间，短时间伊去60间的教会，但是今仔日咧。这教会剩几间，毋知你若论证我来个位数。南阳区遐尼侪间教会，即马剩2间，2间佫是地点定，无一定是对哦。一间是3000，一间是27万，2间尔哦，剩咧拢无去，拢无去。咱教人教会咧支持迄个西塘教会，迄是马街创的第5间。对于咱即边佫落去，剩一间西塘，一个礼塘，2间。遮尔侪间教会，今仔日拢一直咧无去。有诶教会，你今仔去，大人无，几个人咧礼拜，10几个，较无20个咧礼拜。安尼，但是咱为遮来讲，安尼宣告路用吗？毋免烦恼，所有代志上帝咧接你，伊愿意互伊安尼就是安尼。今仔日教会细间还佫伫遐，但是咱看较远诶就是。因为有马街高因遮宣教师来，所以福音在伫咱即个所在。但即马呢，有一个真要紧的迄个呼吁，就是讲，咱要咱甲福音定根伫即个北台湾，咱要咱看着台湾马街不属因的宣告，甲建立遐侪拢已经100年以上的教会，咱来去想着想着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对你我的呼吁。咱拢应该都要去想着者，咱要去看一个城市，咱要去看着一个所在，毋是讲去看着废墟。你若有真正用一点心去看者，遐石头仔嘛甲你讲话，遐石头仔废墟嘛会对你我来讲话。所以阮今仔日用这1点钟久的时间来甲咱分享这啦吼，就是讲为地毯看到一个城市，要紧的一个城市，这城市遐尼重要的。对你我的呼吁是什款？对咱咧即个疫情，拢袂当叮当伫厝宅在家里头，咱有搁较侪时间安静，咱来去想着台湾，想着咱的四周围，咱要互台湾变了搁较好。当然啦，会当有搁较好的福音，搁较好的同一个信仰，大家拢会当拢要行好，我莫参与对方一直要敢若要甲咱拍共款，咱若大家拢总真善良。其实就是成功，这个成功的城市，影响着你我的想法，影响着咱整个国家，用安尼来甲咱分享。好，多谢各位。郑木伦长老哈，他是耶路撒冷旅行社，他现在。疫情已经开放了，疫情已经减少，而且政府也慢慢在开放了，可能旅游部分慢慢的就会开放我想对这方面他们有很多信念。如果要准备出去，像现在，很多人都是去旅游了，像今天我们楼上的，就有一些人参加旅游团，坐游览车出去，就是坐游览车、坐飞机要怎么做？我想说请教郑长老当然各位还有哪一些要请教他的？如果网络也是一样，有的话请教他可以提出来。欢迎，有啥免问的吼？我拄仔咧讲，拢敢若无去讲到旅游啦，且旅游实在是有一个观念，请咱一定爱记咧食，就是说旅游若会当成。你若参加任何国内团、国外团，你若去拜行的时候，你都要心存感恩，一定要感谢，因为一个团若要行的成的时阵吼，有偌侪人参与伫内底咧准备咧，暗中咧做代志，你拢毋知影。咱用国内来讲就好，
咱今仔日若讲要来行即个来去台南好了，府城，咱要来府城，你想看你爱有做啥物代志？你爱安排你要安怎几点出发，中要倒位休困，中昼顿要安怎食，暗顿要安怎食，咱要住遐要几工，要住暝无？无爱住暝无？然后要参观啥物？每一个你去收地点都有偌侪人伫遐。一间饭店，你要入去迄间饭店有偌侪人？订房的有订房的，安排房间有安排房间的。你困一暗了，是你去甲伊摒扫啦。你餐厅你要入去食伊个餐厅时，伊爱准备，要准备时有厨房的人，啊，有采购的人，有伫遐咧扫桌啊，摒物件的人。你去看到你要教的批，你要用的零工，你要用啥，嘛有真侪人，啊，这拢爱去采购，爱去洗，爱去创。游览车无游览车，公司爱调配一台车，一个车爱有一个司机，司机还佫轮班佫创啥，路线安怎行，去到休点。即个游览车甲一寡景点因有合约，不得不来进迄个点去休困，伊有伊会拍一个分数。有当伊若乌名个伊一个乌名个互伊无啥物特别外好康无啦。哦，啊伊来甲你食饭，你来个想看嘛？你要准备便当，还是要食游览车餐？太侪。所以每一个啦，任何一个团来行的时，你拢爱感恩，确实无简单。啊，对旅行社来讲，就是伊的做法有两种，一种做outbound的，拢阮带人出国；，各种inbound的，种入来。所以出去迄个负责爱带出去迄人叫领队，甲即个团甲领出去，啊，甲带倒去，啊，带出去以后呢，怎甲团交迄边的人。所以你看，你这边你的旅行社。啊，有一个订机票的人啊，创机票，然后还有订房间，佫食饭的啥，然后你带出去了，你还佫甲迄边爱拍游览车、派地皮啥，拢足侪，对无？有真侪人咧创。啊，你若国内即个叫做介绍导游，国内要带国内带，即个叫导游。今仔日讲一个，咱若讲，啊，无来马街，我嘛要缀咱亚罗山咧办的，伊有要办5号咧办，啊，我要缀你行，是的，我袂当带。我无迄个执照，我会当陪你去，我陪你去就是爱有执照的人才会当去哦，所以即拢无共款，即个是叫导游甲领队。啊，即导游带出去时，伊伫遐要讲解时，有真侪所在，国外嘛共款，有真侪所在是爱有另外执照。你若去国外大都市的迄个地皮，博物馆的地皮，拢无共款哦。所以确实是无简单，但咱咧想要参加旅游的时候，就是爱有先一项，你爱把迄个时间先调好势，啊，爱有健康的身体，啊，有真欢喜的心情，啊，毋好出门比介绍，啊，出去以后比品质，啊，再来赢，去圣地再来去圣地，啊，就无简单啦吼。所以来去圣地爱真欢喜，去土耳其嘛爱真欢喜，去欧洲嘛拢爱真欢喜，啊，一直出门前。准备出门以后，目睭闭互紧一直看，啊，尽量享受遐看会到。啊，若会当当地物件会当试食看觅，莫讲迄我无食，迄我你逐项甲试嘛，你甲食着世界逐项的美食吼，拢食会着，拢甲试一点啊。过来转来以后，爱最要紧爱分享。你若无分享是拢，你看遐尼济遐尼好诶，啊，结果你拢啥，拢放喺家己心肝内，啊，最后不准，你拢无分享出去啊，积伫你诶身体内底就变一条瘤啦，所以身体歹就是拢会安尼无分享。你若一直甲分享出去，好物共分享，你就是听诶人嘛欢喜，你心情嘛好，啊，结果你嘛是真迄个吼，我看着遐拢会当互人知影。底遐有啥物？你若去土耳其，你要迄个吼，迄个热气球，你一定爱去坐，坐了你才知影讲上帝创出的水就啥。莫讲啊，我毋好惊，我啥？你逐项惊，啊，你出去要怎样？你拢伫饭店，拍死，所以出去就是爱去看，啊，然后好会转来分享。所以记得出门前爱准备，出门的中间咧开始的时候，爱真欢喜的心情，一直咧参观，一直听，一直看，啊，毋知就甲问，无要紧。转来爱分享，安就对，哦。啊，毋知佫有啥物爱了解，请讲。即马去到各所在，听讲讲
当中有年龄的限制，请教一下，咱比较多好意就咱即马目前来讲啦，互你记者，这个年龄有限制。即嘛是安尼吼，咱咧讲的是讲年龄无绝对是无限制年龄啊，应该是讲你家己身体健康。然后第二点就讲有一寡团员建议讲，你若几岁以上，请你有厝的人爱陪，干那即个条件尔吼。阮咧行，像是阮咧行国外的时候，阮捌带过迄个100岁，啊，但迄100岁人是足勇的啊。哦，因兜的人吼去飞机顶，佫甲阮讲讲，你无去甲迄个空中小姐甲讲者，我这100岁你嘛互阮迄个看有啥物落，叫做迄个。讲名迄个空姐讲，倒一个100岁，一看讲这100岁，安尼恁甲迄个厝的人讲，恁爱加付我1点仔钱，我爱特别甲讲好啊。伊是安尼开玩笑，结果迄个空姐尾仔去摕你个玩具互伊，伊讲啊，迄个阿伯你吼，你100岁吼，你着对阮来看，敢若小朋友，所以我用小朋友名互你。所以无年龄的限制，但是像身体爱健康啦，所以你若有一个点最要紧，我家己经验是安尼。咱若假使讲要出门是有身体有啥物毛病，药啊爱查，像咱拢会提醒嘛吼。啊，你有影毋好嫌麻烦，爱查。国外无像咱台湾遮方便，讲24小时药房逐项拢有计过无。有当影你要买一物啊，你拢爱过先叫医生看，医药分开，伊甲医生看了开诊断互你。啊，药单你才会当去买药啊！啊，等你要去买药啊，无一定药房有开，无定迄个你大迄个所在找无，啊，你无定你去买迄个药房，伊无迄项物啊，所以真困扰。佫一个就是国外的迄款病院吼，伊的规定真侪，像像以色列的形象，伊的费用足悬。第二就讲，伊要入院足简单，你人感觉伊要入院足简单，啊，你要出来足困难。我捌带着一个人，伊。伫遐咧行时，伊吼忽然间，毋知是安怎生活变化伤大，还是经验也咱毋知，煞忽然间拢袂放药，一个姊妹放药放袂出来，啊变怎？伊就甲牧师讲，啊牧师来甲我讲，我讲安尼紧去当地迄个地皮想办法帮忙，啊就去互一个迄款迄个咱咧讲迄个医护站，拄饭店的对面公园遐有一间医护站，入去内底。啊，你医生吼，就迄个天空摕起来来试，啊，一支就要先交迄个啥挂号费，100块美金。啊，迄个来听试了后，啊，伊英文讲，你这爱送大病院啦，我遮无用，你爱送大病院。啊，迄个人，咱就甲翻译讲了就出来讲，啊，咱来。迄个姊妹甲我讲，啊，我迄100块咧。讲要甲伊讨迄100块转，我讲你著挂号就是，因为我伊讲甲我听听试试，我啊，迄就是钱啊。所以你看足贵哦，咱台湾现在确实足好。咱即个国家，你看咱的健保啥方面，结果伊入去到病院，为暗时8点外入去，到差不多2点外，伊一直讲讨讲要转来饭店嘛，袂当出来是袂当出来，我拢一直伫遐陪啊。病院讲爱等伊家己会当主动去诊所放药，安尼才要出来。因为伊来时我是来注射，吼，咱来注互伊会当去尿安尼。但是即马佫伊家己才要出来，所以阮一天等啊到透早5点外，即个姊妹用好不容易放1点仔钟啊，欢喜，放着了，佫用迄个杯仔摕来，互伊看讲有影，安尼才互阮出来。所以身体健康最要紧。啊，若有需要的时候，就是讲你的迄个所有药品爱查就爱查，啊，有啥物状况拢爱讲，毋好无讲。我佫举一个，好来。安尼开几个字？安尼用几个字？迄个查某，迄个姊妹啊，迄个啥物伊还好啦，伊尾啊伫迄边，敢若佫付一笔。差不多100几块美金，拢200几块啦。但是我佫有一个类似迄个土城教会有一个姊妹吼，伊是较严重一点嘛吼。像这个国店嘛超过我即个会名啦。伊有一个毛病，就是讲因兜的人拢知影，啊无甲阮讲，伊袂使浸水，就是讲伊细身躯敢若用咧消了，袂使去，咱讲的袂使泡汤。
所以伫因教会时，捌有一摆出去老人出去佚佗，去打溪，去泡汤，就是要咱老人出去要浸温泉嘛，对无？哦，所以像我后个月办迄个马街迄个甲圣经公会办一个团买马街的，我要去带迄个罗东上好的饭店，就去泡汤，去泡汤。结果伊泡汤了的时阵，就是伊毛病就发作，伊发作的时阵就是，叫什么病？写下好像蓝斑性。啊，红斑性啊，我记名定，我念。迄个病情小可是中风，小可是中风，伊有迄款，伊去着迄，叫伊无甲阮讲。咱去到以色列时，咱拢知有一个节目叫做《死海》，看咧死海，逐个嘛想要去浸，对无？特别我讲听说明会讲，阮拢人讲，你去浸，你若有迄个香港来迄个骹哦，浸下就好，手若有迄个富贵手浸下拢好，你若浸了的皮肤拢会较少年杂货。哦，所以你若敢倒手浸，你甲比看嘛，当然无人要当然两只手拢要浸啊。我毋知刘牧师因家己应该有浸过，我知。你看即摆我拢袂浸的，你有感觉少年杂货吼，拢等少年仔。结果迄个姊妹船，迄个老姊妹船落去浸，浸了迄暗就开始冒烟出来，出来时一直到迄个头拢无讲啊，讲无想要食饭，无胃口，我哥哥拜托餐厅准备送去房间去食。伊查某囝含伊做，好佳查某囝含伊做，结果到隔天过时阵，就会知影讲安尼不太好。但是迄天阮要离开以色列，离开约旦要转来以色列。转来以色列迄天行一天了，迄暗就要坐飞机转来。结果伊讲爱去病，爱入院，最后决定送去病院。送去病院了后，就伫迄个所在，佮加待10天，无法度转来。伊查某囝来陪伊，我来甲团带倒转来。所以伊迄摆底下应该若是无健保时，伊爱开7-80万，7-80万。伊好佳有健保啦，咱有健保拢尾后真大部分费用是咱健保甲出。所以，互咱一个建议讲，你若要出外时，若参加国外团，你请你会记咧一点最要紧个，家己爱去保险。家己保险，迄个保险是你对恁兜的人一个负责任的表现。你无讲旅行社拢讲伊有保险，旅行社一定爱观光局的交代，伊照迄个合约书伊有保两种，履约险、责任险、履约责任这两种险。这两种险如伊爱甲你即个团甲你带倒去，带好啊，带就带定即款。其他若是咱咧讲意外的迄款迄个意外险一点啊，医疗差不多是无啦，医疗。所以你若伫国外看病的办吼，你若无意外是拢有一点啦，无你若无，你是普通的慢性病或啥，你的毛病，你爱有医疗险，所以爱家己去报。所以请你报医疗险甲不便险，无方便的不便险哦，行李耽误着啦，啥物行李会当真好的迄个补贴。你则袂讲即个行李无来，我爱去买啥是保险公司来干那互我遐简单的。一年敢若迄个纸尿裤咯，啥物尔，本来就是安尼真简单，所以你爱想办法，家己有迄个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会保，所以迄个收据嘛好。收据若毋是迄个英文，像去以色列伊若派希伯来语，咱有讲过希伯来语学不来语吼，学着学袂晓学不来，看有无咱用中文来写，我直接有买一件衫买。盥洗用具、毛巾啥，你用个写下来，安尼转来穿。你若有去投保，好，其他人有啥物问题？所以拄仔嘛有咧讲起着，阮有办吼，因为即段时间拢袂当办国外，所以阮有咧办国内时，敢若办一种就是讲宣教师的卡车。阮即间旅行社，亚罗山的旅行社介规模，我办普通的，
你若讲咱要来去迄个家人庙口，还是捌你食的虾啊，无啦，伊拢外我办，敢若阮办即款，所以介特别。啊，因为这互阮有真好的机会，就是拢伫办公室还是伫厝，拢叫阮好好读圣经、看册，安尼嘛咧算上班吼。啊，即个要去行即个马街即个路线即个吼，有的人来讲，咱来行了会足忝，我毋知，我家己嘛有想要行，所以我即摆我无报名吼，要来讲即个拼遐老命来行看马街，马街若你半山过岭行到安尼，咱总无袂使去行一摆看，所以我有安顺即个点开停课啊。马啊，过去行浸水啊，迄个行8、9点钟，我行一摆就1块8袂分嘞。我即摆拍死我嘛袂去行，所以我即边要来行马街啊。好，多谢多谢。咱足欢喜啊，嘛就也感谢哈，我们足好这个领班哈，我们非常谢谢啊，我可能要讲华语啦哈，因为线上可能才听得懂哈。那谢谢哈，我们这个金灯的这一位是我非常敬佩的哈，这个资深的哈。那现在我们终于有台湾的哈，台湾的团可以来跟哈，那我会来报名好不好？来组一团好不好？马街的好不好？那你要做型哦。第一个时间你会使定，第二个我会使甲你量身定做。量身定做的是哈，譬如讲我这18岁，食好带好做功课。哇，赞！好，那我马上来筹备了哈。那大家线上的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找请问一团要多少人？原则上是20个人。20个哈 ，OK， 好，那我们数一数，都超过了，你知道哈？好，那我们哈就是很期待哈，再跟我们的牧人一起去旅游哈。我觉得啦哈，真的走出去旅游哈，向这大自然来学习哈，我们会越来越年轻，而且我们会越来越有智慧，因为这个透过大自然是上帝所写的另外一本圣经啊。那我们需要每天都来写，我们非常谢谢。好，来音乐牧师来祝福大家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透过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很精彩，也大自然中我们知道那生命力，你是伟大的上帝，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依靠你。主啊，我们是有福的人。也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段时间大家一起，也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是走出去主，你保守我们每一天有你的平安与喜乐，不管是在现场或是在线上的，凡是求告你的，主你必要拯救我们，爱我们爱到底。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祝福大家。